啊，我无掠着我 game 的声音。哎哟哎哟哎哟，我来调整一下吼。game 的声音，安尼应该有。哎呀，无，过来一摆。有啊有啊，game 有声音吗？大家中昼平安。Ruby 中昼平安，阿苏中昼平安，阿酸中昼平安，Mercury 中昼平安，希巴中昼平安。欢迎大家来吼。今仔日嘛感觉足热的呢，甲昨相像的迄个感觉有咧有较翕，热翕翕安尼，好，大家今仔日应该拢有看到迄个消息吼，就是袂讲有甲大家讲，就是着冠生上尾一摆直播是伫2月初1的时阵哦，就是佮甲大家讲一个啊，佮甲大家讲一摆啦，对，对，其实我嘛毋知影要讲啥吼，就是对无倒吼，因为迄个冠生的倒头吼，讲接到迄个冰单啦，倒头是甲我讲，倒头是讲无去袂使吼，所以冠生嘛无法倒，对，对，大概就是安尼吼即个刷来即段时间吼，咱就是照常啦，就是照常的海信，咱着较慢慢想遐济啦，我嘛是做平常心安尼吼，着共款吼，即段时间嘛是请大家多多指教着对。阿咪中昼平安，中昼平安，好今仔日咱照常海信，咱着来照常算即个 Stacklands，对我嘛是会少年各位信众朋友啦，讲认真讲吼，嘛是毋甘啦，就是足介意，逐礼拜拢会使甲大家做伙开讲，做伙算，对，毋过就是无得，对，我当然嘛是会少年大家，迄个我会倒头无伫的即段时间吼，大家有啥物考试吼，还是有啥物学业的困扰吼，我嘛是会共款吼，偷偷就是甲大家祝福，甲大家保庇吼，所以就是请大家毋免操烦，我嘛是会替大家顾头顾尾安尼吼，好啦，安尼我着继续咱。照常吼，今仔日对，顶摆咱算即个 Stackland 的时阵吼，已经先讲，毋是讲掠猴啦，是讲会使饲猴吼，会晓饲猴钓鱼啊吼，所以即马来继续看觅吼，咱即粒岛屿，毋知影有啥物款的 BOSS 吼，还是有啥物款新的挑战吼，咱今仔日就来继续算吼，看到底啥物时阵会使甲即个岛屿的部分。甲伊算互破台安尼，算互过关安尼，会啦，期末嘛是会继续甲大家保庇吼，好，咱继续，已经开始，对，顶摆有这啦，有即个做海贼我需要斗人来斗3工，个送会使斗3工，无好，来看即包内底有啥吼，上好莫阁有得者10箍，这啥物件贵3，佫较厉害的石头沙石遮贵，会使卖10箍，哎哟，对毋过我家己都有石头吼，所以这应该会使直接卖掉。趁着，来看个有啥吼，险境好，好，
对吼，咱敢若有3个人对无？应该是。啊好，啊好，安尼咱，奇怪，这原底是要做啥？是安怎有2箍？袂记者，应该是要做迄个箱啊，缀钱的敢是？好，袂记者啊，回伫咱先，甲海产拍咧。救命！救命！啊 ，OK， 今年毋知影啥物货。过客中昼平安食饱未？结婚中昼平安食饱未？嘿，讲老师还袂来，还伫外口等门开吼，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啊。讲要做偌久哦？迄个敢是讲咱即个箱啊？箱啊，我看卖，箱啊爱2箍银加一支，敢是有做一支加一个插头？毋过我会插头咧，奇怪，我即摆无插头，好安尼我应该来测查吼。咱佫有这金蕉，小等会使即个用这胶啊吼，叫胶啊来，应该是安尼才对吼。对，咱有一领新衫，8级的新衫。过客食饱，去街仔路食便当。便当哦！我今仔日无食中昼顿，因为我今仔日迄个或者早顿较晚才食。我早顿食较饱吼，所以我今仔日就无买中昼顿。毋过小等我若总我小等有枵啦，我桌顶有一块四手仔吼，我会阁摕来食。所以小等吼，凡说会使听着我播迄个四手仔的声。敢算讲是 brunch， 应该嘛算讲是 brunch 啦。这有10%的几率会使甲特进下毒吼，即个。咱的即个这叫做啥？一码的衫，毋过看卖哦，这有加较济火，有加较济火，所以，结婚要问台湾独立军爱做偌久？无，我的倒头毋是去做台湾独立军啦，是做中华民国的兵仔啦，这无倒我倒头，我的倒头嘛是有领身份证吼，应该是无去袂使吼，所以对这冠心嘛真正是无法倒头是讲做4个月啦，对，毋过冠心嘛敢若知影遮尔，所以为着保护迄个倒头国人的迄个。资讯就是冠心就无法度知影较详细。哈密哈哈平安，熬早，敢是即摆才起床？哪讲熬早咧？熬早，我嘛会想大家啦，对，我嘛会笑念大家。我较袂晓表达吼，我就甲我即个笑念放伫我的心肝内安尼。结婚有食袂少三色豆啊？食袂少三色豆仔的阿青，三色豆仔的阿青，啥物号做阿青？阿青是啥物意思？奇怪，咱是毋是咱音乐敢有声？是较细声呢？好，我甲伊调较大声。阿青是讲青豆啊，原来是安尼。你中昼顿食三色豆啊呢？即摆声量会使，安尼我莫调整好啊。奇怪，安尼敢是我的耳机无声？应该是哦，因为我熊无听到迄个
无听到迄个声，哎哟，哎呀，无我家己调整者，无感觉怪怪吼。敢若我咧甲家己讲话，无即个背景的声，会感觉怪怪。啊，有啊，应该有啊。过客要来写报告啊，好，祝福你写报告顺利，加油加油！有写就一定会写了，就算是做中华民国的兵啊吼，心中嘛爱是台湾独立军啊。我相信我的倒头应该，其实嘛，做有家己的想法，所以这我嘛无替伊烦恼啦，对，继续看卖啊，要去你抽牌仔包吼，要去你抽牌仔，对，过客平安顺利，Goop 是啥？我嘛袂记得。天花狗仔，欢迎你来。对，头拄仔讲爱测查，爱做迄个箱仔缀钱啦，煞袂记得。紧，互我插头。有啊，咱的缀钱的箱仔，奇怪，我敢是放毋对啊？放毋对，是1箍银加2个插头。安尼插头搁爱足济啊！好，咱来小等，我来。Persica 中岛平安，欢迎你来。我想看卖，我即摆应该创啥？奇怪咯。遮啦，无来用一寡石头好啊，反正嘛毋知影要创啥。遮阁有迄个呢，金蕉树啊，金蕉丛。无背景音乐无差，听我的声音嘛会使写甲足认真啊！对呢，这狗会放屎，我袂记得。狗会放屎安尼，我即马知影屎会使迄个会使屎会使种田会使用，咱会使种金蕉，所以其实这屎是足有路用，我真正毋知影，拢等遐角。拢甲卖掉，即马知影。咱需要2个插头1箍银哦，安尼第2个箱仔有啊。即马规个即个乱糟糟吼，救命！无呢，会使甲迄个，迄敢毋是？迄叫做啥？迄敢毋是莺歌？伊是写 parrot 对无？迄应该。我知影海贼就是迄叫做啥？我知影西方的海贼就是拢讲会介意甲莺歌斗阵，就是迄个会学人讲话的莺歌。小等，若是有，这袂使缀钱哦，这袂使缀钱哦。像啊，敢若会使缀普通的钱，海岛的钱袂使啊！救命！安尼这无路用，单调。Oh my god！ 凊彩啦，金蕉来种金蕉，过来咧。讲迄个，做啥？雄袂记得，袂记得迄单话安怎讲？Ruby 讲哪画图哪对待，会使，祝福你画图顺利。其实画图哪像嘛是文昌帝君咧管的，对，海鸥吼，听讲迄海鸥嘛算是一种海产。对，有诶较歹诶，直接甲你抢食，嘛算是介恐怖。
安尼请甲你保庇，会使，我当然会甲大家保庇。对，特别的拢是嘿，迄个对，咱王主委王主委真了解嘿，主委就是无共款。对啊，嘿，特别的应该拢算是我爱管的，画图创作其实拢是毋过若阵以后变做 AI 咧画图的时阵，对，我嘛毋知呢。毋过咧 AI 画图其实嘛是有足侪趣味的就即马较有话题嘛，其实嘛是有足侪趣味的代志会使来探讨就是或者啥 AI 的AI 的版权议题，其实嘛真趣味因为我有小可研究一下，因为这算讲是这我嘛，因为我嘛毋知影这敢算是我爱管的，所以我嘛有小调查一下就知影讲即个 AI 画图是安怎画因是有一个资料库，即个资料库内底就是会收集足侪别人画的图，AI 就是为遐个图内底去整理一下伊就看足侪图，伊就会开始知影讲啥物款的图或者啥物货，比如讲你讲比如讲你以后写程式的时阵，要叫伊画一个查某囡仔即个 AI 就需要去知影讲查某囡仔生做啥物款啥物款的图或者查某囡仔就像安尼伊就是去看足侪别人的图了后，伊才有法度为遐个图来创作新的图，所以这个版权到底敢算讲是借别人的图来改造出来的？这都一个趣味的议题迄个负责下遮的迄个关键词负责叫遮的 AI 画图出来的人，敢算是艺术家，也是敢算是创作者？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议题有听讲可能即几冬就是即个议题，大家会使小注意一下。Mercury 2月嘛要开始新的工课好，安尼若做你新的工课甲亚笔有关系我就一定尽力甲你斗3工。胖哥中昼平安，欢迎。对，我头拄无礼貌无甲王主委小姐问，王主委中昼平安，2位食饱未？昨才看到 YouTuber 摕迄个 ChatGPT 来考学测结果大部分的科目拢会使摕到精标，也是到顶标包括作文，毋过伊这写作是互送来改就是我会记得学测迄个写作文是应该是有老师来改的，所以伊敢是有请专业的即个有代课中心有认证的老师来甲伊改这感觉嘛是真趣味。对，即摆迄个 ChatGPT 即个 AI，听讲足厉害听讲嘛有人讲，迄个做啥？嘛是一个 YouTuber 是毋是有做浩？伊有叫迄个 ChatGPT 甲伊写一个笑亏的卡本就尾伊就甲伊翕出来敢有好笑，大家会使家己去看毋过就是真厉害呢，就是即摆你竟然会使拍一寡字就会使叫迄个 AI 甲你写原底你应该做工课爱做的物件比如讲写题目还是写卡本凡说你要教册，你嘛会使叫伊甲你写一个迄个大纲嘛可能会使所以以后大家安怎来使用 AI？这嘛是一个我感觉足深刻的问题扎利亚中昼平安，食饱未？骨醋敢算是一种笔？可能会使算是一种笔因为伊的功能有时真正甲笔差不多即摆人嘛看，即摆的人嘛较罕得真正举笔来做一寡工课若准要算数要记数应该嘛拢是用电脑较济
啊，其他就较免讲吼，无毋对啊。时事题是，这真有可能变做时事题。你反正期末考反正就会拄着。我会记得进前迄个啥，咱迄个好朋友牛小姐吼，牛潘牛小姐是毋是嘛有伫迄个别人的考试内底出现？是毋是嘛有人国文的迄个，就是迄个啥？读文章的迄个题目内底嘛有讲着，嘛有讲着牛小姐，对，这大概都是看 VTuber 准备考试吼。后摆吼，若是恁阿爸阿母吼走入来你的房间讲，你想要无要读册，还是你想要哪读册哪咧看这啥物物件，你就会使讲，我咧准备考试哦。真正有考出来，我做认真咧读册哦，安尼就会使甲你阿爸阿母斗宣传。好啦，无啦，有白讲啦，大家迄个读册时阵嘛是爱较专心吼。当然，若是你感觉听惯先讲话袂影响到你读册当然你会使挂带就是哪读哪听嘛是会使。Mercury 想要做生化机械人以后应该有机会啦。听讲，迄个在想 Elon Musk 是毋？伊就咧研究，伊就咧开发迄个会使甲人的头脑甲电脑接起来迄种新的科技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这反正无亲像大家想的遐尔久反正过10冬就开始会有即种的手术也好，还是啥物物件，可能拢会出来。主有讲是有请捌做过几摆大考中心的国文教师来教无怪安尼趣味安尼若是互迄个改写作的老师毋知影伊是电脑，安尼就是迄个传说当中的叫做应该是叫做 Turing Test， 敢是毋知影遮敢有读迄个资讯科学的朋友就是咧讲即个 AI 到底伫啥物程度算是一个成功的 AI， 就是伊互别人无法度分辨伊到底是电脑还是人的时阵这就算讲是真正的 AI。 对，就是胖哥讲的对若阵伊是直接互迄个老师教无互伊知影伊是电脑老师嘛分辨出来安尼就代表咱真正是有进入即个新时代呢。趣味阿杰中昼平安 ，Camber 中昼平安，李叔中昼平安三位平安食饱未？阿爸母走入来就讲咧拜文昌帝君，无啦，我毋是文昌帝君啦，我是文昌帝君是我头家，我是伊的算讲是秘书安尼，算讲是秘书。足恐怖的部分是讲迄个头脑甲电脑接起来足恐足入，啉遮水吼，向袂晓讲话。足恐怖是讲迄个电脑甲头脑接起来足恐怖，还是讲迄个 Turing Test 足恐怖？我是感觉确实拢真恐怖吼。毋过若阵对若阵咱若阵 AI 真正开始会使互人分辨出来，迄是 AI 还是人对，以后咱即个 VTuber 即度可能嘛会AI 会芳去而且因根毋免休困，因无需要即个中之人还是倒头以后反正就会使真正请 AI 来开台互大家看安尼嘛是反正新时代真正会有即种状况真一阵仔咧看台拢讲咧准备报告，因为报告主题真正有关系对，我其实有偷看你的报告，我嘛有印象你是做甲 VTuber 有关系的报告对对你会过即个主题算讲对老师来讲应该算讲是真深熟，就是
可能或者啥，或者对，就是对老师来讲，迄是一寡做较特别的主题啦，所以我感觉若是拄着会使接受学生的新想法的老师，就会使摕高分所以无问题。Camber 讲拜扁时你个想看卖吉方想要头毛冠星，五星他会无收到冰单，五星他会无收到冰单这我毋知，因为收到冰单的嘛毋是冠星，是冠星的迄个或做倒头啦，倒头就是咱迄个降价的时阵，爱请倒头来，要安怎讲？来表达咱的意思对，所以因为冠星的倒头有接到冰单以后就是去做兵的时阵，无法度替冠星来表达意思无法度替冠星来开台互大家看所以对五星的部分因为我甲五星的倒头嘛，对我敢若知影家己的倒头啦我甲五星的倒头嘛无熟悉，所以我毋知影，这我就无法度甲大家讲对，希望讲互 Elon Musk 来做真恐怖我是毋知啦，毋过确实我知影伊做人嘛是对 Elon Musk 做人嘛是真特别，讲好听是有个性毋过讲较歹听就是歹斗阵啦，对，这应该大家拢知影所以对就是伊嘛算讲是生理人所以有的人嘛是会烦恼讲一个生理人敢会为着趁钱来放弃一寡基本的啥物伦理道德有可能所以对大家那阵以后大家有一天你也去做手术讲要甲你的头脑甲你的迄个电脑接起来大家会使想看觅敢会参加即种手术AI 有免休困就一直加班台对啊，这我感觉就是 AI 的一个算是优势伊就无亲像咱真实的人爱休困安尼，无毋对毋过嘛对啦，有的人做 VTuber 就有一个较深色的所在，就是嘛是会分享一寡中之人家己的生活嘛，就是去食啥物饭翕一个去倒位耍即种的这可能 AI 目前可能还无法度着无，就是对啊，就是伊无亲像人有一个肉体啦，有一个肉身上无即马还无毋过反正以后有迄阵就会变做真正甲电影咧播的共款就真正有恐怖毋过这时到才讲即马烦恼嘛无效对无最近的 AI VTuber 互变调，因为开讲是钓鱼成功，有讲一寡危险的原来是安尼对啦，这反正就是以后科技搁较进步的时阵，反正即个 AI 家己就会知影啥物话较袂使讲这嘛有可能会有即天这听起来其实嘛毋是介困难，所以反正咱嘛拢看会到迄天人类拢会无头路，安尼以后要安怎生存？这我有两种想象一种是较要安怎讲？一种是较好的敢有可能就是 AI 就替大家做工课大家就毋免做工课安尼逐个月你就固定有一个，你就是逐个月可能就固定有一寡钱这就互你用你可能就真正毋免做工课嘛有可能有即天啦，若无就是嘛有可能像迄个电影 Matrix 内底就是迄个机器人开始要食电人就来发电安尼嘛有可能呢反正嘛有即种可能性这真正毋知影咱对未来安怎这时到时担当这即马想嘛无卡怎对，会使去做事，会使去种田无感觉若阵 AI 真正有遐敖的时阵，应该叫
机器人种田嘛会使。好 ，Canberra 要去困，安尼请好好休困。游戏平安，中昼平安。欢迎你来食饱未？Presica 讲 AI 要无法度取代人的即个情感。比如讲，即马服务业，人可能因为你对服务生，也是服务生对你的一句简单的关心来感觉欢喜。毋过即马对 AI 也是对语音的即个小姐问，无感觉到情绪啊，反正以后嘛是，这毋知影反正以后即个 AI 迄个表现出来的即个情绪，可能嘛愈来愈成真实的人，所以，这我毋知啦，这未来的代志做歹讲吼。若准变安尼，可能就无算是人，是互迄个机器车用的即个精声呢。逐个月免做事通领钱，会变公司。毋过，咱即马即个资本主义的即个社会内底，确实是有一寡人伊毋免做事，逐个月都有钱呢。所以，即种生活其实嘛是有人开始咧，早就开始咧过，所以我感觉无遐尼歹去想象。对啊，毋过我感觉若准是我免做事，逐个月拢有钱通领，安尼我应该会摕我的时间来做一寡创作，看是写文章，还是写歌，还是对啊，做这物件会使算啦，所以对，我感觉以较好的角度来讲，逐个月免做事有钱通领，嘛会当讲是你开始毋免为着钱去烦恼嘛。对啊，当然，可能有足侪人，伊若是毋免为着钱来烦恼，伊就会过敢若僵尸共款，这嘛有真有可能。毋过若准是我有即个机会，我就会摕我的时间去创作。这其实嘛算是互大家一种选择，你会使选择做一个免为钱烦恼的创作者，你嘛会使选择做一个僵尸，嘛有可能是做一个快乐的僵尸，安尼可能嘛无好啊，好，咱来抽牌仔包好啊，或者只有一寡钱，毋知会使创啥吼。拄好会使抽2包。甘蔗、玻璃，哎哟，糖啊，毋是糖啊，糖。选咧讲啥？安尼创作者就袂使喊家己做善车，无是安怎要喊家己做善车？这有啥物好处？白仔咧带吼，因为伊知影吼，我即马要来测甘蔗吼，会惊哦。糖也是糖精，这应该算是糖啦 ，cane sugar。甘蔗即个蔗糖，算是糖，应该very sweet， 伊个说明讲足甜的。好，咱即马有即个叫做啥？或者这就是敌人嘛，Orc Wizard， 咱来甲伊处理一下吼，咱来找伊相拍吼。基本的劳工免做，无得卡会较好。对啊，有可能就是一寡较辛苦嘛较机械性的一寡工课会使莫做，安尼大家就哇，这有够后呢！毋过这会使卖足贵，安尼袂歹。咱来看后一包，Frogman， 水鸡人水鸡人 ，OK。你哪会出来啊？该拍。
是啊，这啥物货？嘛无啥物路用的款吼。快乐嘅甘蔗面，反正就是，对，甘蔗对，反正就是较辛苦的一寡劳动的工课，若阵人免做，我感觉安尼嘛是好代啊，就是，这个袂使种，啥物意思？蔗糖会使种，甘蔗上糖摘出来的，爱确定呢。他有即种代志，爱确定呢。好，毋知影伊有偌确定，无要紧吼，咱试看觅哦。即摆真正是乱糟糟呢，小等来整理一下吼。我即摆要创啥？挽金蕉啊，佮有啥物会当摘？金蕉敢有？我甲屎拢捡做伙吼。哎呀，救命！爱定栽啊！哇，好，玻璃嘛捡做伙啊！足侪屎呢，遮要有哦。安尼我着甲金蕉继续甲栽落。小金蕉，结婚嘛最爱听百合花对无？接听着你伫我的开角色内底唱一寡百合花的歌，这要臭生气啊！哇，无要紧，种一支。哇，这个人毋知影要创啥吼？这个人会使创啥？无来钓鱼，无钓鱼是伫鱼池伫倒位救命？收到绿界，多谢哈密哈哈的赞助，互我200块。多谢哈密哈哈，多谢你，互我小等会使加食4杯手册茶，多谢。运口是屎 ，OK， 学着一句日本话。哪像有听过？对，我的鱼池伫遮啦。安尼这臭生气的来钓鱼吼。我已经开始袂记得我咧创啥。这人用无叫伊来搁抬一只鱼好啊。好，这摕去烘嘛，摕去烘。这嘛要臭生气啊！哇，我直接为迄个甘蔗拍出来，就是糖呢。我真正是摕糖去种甘蔗就对。OK，这个月结束啊。大家先食饭，因为先食臭生的好，安尼真好。物件伤济，拢卖咧。足好囝啊！快乐。来看觅还有啥物会使卖？阿兄 Super God， 中道平安，中道平安，欢迎你来。来，我甲赛克做伙吼，这应该用袂着啊。干啊，无咱干啊嘛等遐角。对，真正是个财富自由啊，袂歹。我毋知要卖啥呢？卖这，有啥？我哪会遮侪铁啊？足侪屎呢，也是鱼嘛会放屎。我敢食饭啊？我有食早顿，我早顿食较济，算讲是 brunch 啦，对，这2项嘛是爱卖，对对。有啥 ？Cotton、Flint，我会记得我嘛是早来遮要创啥，袂记一啦。好啦，无咱先卖即种小等需要的时阵，才找到有的即种吼。好，我敢食饭啊？我头拄仔 brunch 食较济，所以算讲是有食中昼顿。阿兄敢食饱？
啊，香港有食中昼的。好，咱在补自由要创啥吼？咱在补自由就先抽牌啊，食饱恭喜恭喜，有食饱就好。看卖哦，先甲屎捡做，这到底是啥？我袂记一啦。哦，歹去的食物，哦，这是歹去的食物。啊，安尼这应该先卖掉吼，这无路用。好，我即摆只有2扑屎，所以我应该会使先来种一寡，看要种啥。种甘蔗嘛好，种好无就种一支甘蔗，啊嘛种嘛栽一丛金蕉，好，金蕉哦，敢有需要搁请一只狗？因为啊，毋过感觉即摆无欠人吼，物件太济。好啦，先抽牌仔才讲好啊，抽牌啊。佫是水家人，鱼肉要出门好，安尼 water source 啊，会使摕干仔滴水，无干仔啊好，要出门好，安尼鱼肉路面爱细字哦，路面细字，好，小等再来补档就好，辛苦啊，足欢迎你来，有闲则过来哈，毋知会使抽啥。黑白抽，咱甲即个还袂抽到的拢抽出来。毋过，哎呀，救命！即马敌人有较济 ，cane sugar， 佫有糖啊。好，无咱先拍的才讲。紧拍！救命！2只做伙来，安尼较有压力。哇，中毒啊！咱的即个法师中毒啊，道士中毒啊，毋过遮嘛有迄个呢，魔法粉呢，魔法糊，魔法糊，可能使载转去。对啦，我要起迄个螺仔啦，我要起，有，我有螺仔，我有即个用铁的螺仔，我已经有啊。安尼我1、2、3、4、5个来，遮哪会阁有屎遮济哦，安尼阁种一个金蕉吼，甲因捡做伙，救命，捡做伙，遮有铁，遮现在有铁，物件拢四个黑白呀，插头摕来香火有啊。恁兜暗暝咧啉你洗笔的水，迄袂使啉呢，迄中毒呢，水菜吼，敢是水菜，迄中毒，袂使，对，我有知影有朋友的暗暝，我有知影有朋友的猫仔爱食迄个爱食草，迄嘛袂使吼，迄嘛会中毒，大家对有猫仔爱注意。有一条日本 anime 的歌，中咧连续唱。考运，后倒句就变运，考运，对，有时就有即种较敢袂当讲是误会，就是对较好笑的代志是有。这会使笑足久吼，尤其若真是互囡仔人听着，安尼就不得了吼，会使笑有够久的迄种。对，猫仔真正是会做一寡奇奇怪怪的代志吼。毋过对真侪人来讲，迄就是猫仔古水的所在嘛，对无？对，毋过大家嘛是爱注意哦，莫互猫仔食着伤过奇怪的物件。即摆个人创啥？食物有够，屎嘛足济。安尼咱家会使种的物件拢种的好啊。无，我真正嘛毋知影，才会使哦，会使摕来创啥吼？
有一个人赢。好啦，无咱嘛，干会使继续抽牌啊吼，先抽咧。希望莫个拄着奇奇怪怪的特质啊好，海贼。对，我需要迄个吼，我需要樱果吼，都有樱果，这包有呢，别包毋知影敢有吼。毋知影。好，咱来抽一个樱果看觅。听头拄阿叔讲，找一只樱果，互即个海贼，就会有好代发生。啊，毋过要抽的时阵就无吼。佫有肉、树啊，足济肉呢，拢摕去烘的好。meat， 火咧，火伫倒位？伊讲的是海鸥，对，伊讲的是海鸥。毋过我会记得，即个岛屿内底敢若有樱果无海鸥，所以小等来看觅。而且通常海贼应该是配，通常海贼应该是甲樱果做伴。我看觅，听讲头拄有一个人赢吼，头拄毋是有一个人赢，有，咱请伊来挽金蕉。这应该无需要吼，咱已经有迄个鱼池啊。救命！甘蔗。佫有一个人咧创啥？这个人嘛咧用甘蔗。海鸟扰乱我的心。哎哟，黄金有黄金，恭喜我家己！我需要樱果救命！有啊，来，互你，变做咱的 friendly pirate， 海贼朋友，恭喜我家己！会使抽新的啊，佫有青的肉，即个肉，家己掠来，袂记得我的火伫倒位？火伫遮，好。我敢会使摕肉来钓鱼？毋知，小等钓看觅，敢会钓着啥物鲨鱼？敢有可能？应该真有可能哦。即摆人较济吼，咱请即个，毋过这海贼无衫通好穿吼，可怜。无真领互你。咱要需要啥物？对啦，会使请伊去挽物仔。咱阁需要，敢无鸡丝？应该有一寡鸡丝吼。好，小等来做一寡鸡丝。好啦，这毋知要创啥，就拢摕去钓鱼，刷去啊！摕去钓鱼。一包爱15块吼，即摆无钱吼。对啦，应该有人来测查啦。咱需要香火来烘这物件，拢袂记一啦。无要紧，先互伊继续。物件有够济，歹整理啊！歹整理。伊用吼，请伊来甲我测查吼。我感觉物件较济，应该开始来抬动物啦。抬个动物吼，咱抬即个金啊。海贼看起来要死的款，无会啊。咱即个烘吧，嘛是爱烘。钓着即个呢，
电摩，感觉这海贼要死啊！互伊先来歇困哦，伊会使来甲我挽一粒金蕉，挽金蕉伫倒位？挽金蕉，哦，物件拢走来走过去呢，有够烦呢！有够乱呢！来，挽金蕉吼，错甘蔗，来。哦，四界拢使。应该爱互咱的迄个，应该爱互咱的海贼会使有一个较好的家私。无我来研究一下哦，看咱有啥。咱的即个，送咧甲送拍，搁有电话。哎呀！好，安尼嘛是爱请因同齐来拍较安全吼。紧拍，真好。来，刷来，哦，抬，抬好啊。哦，即只狗嘛，真正钓到鲨鱼呢。甲我讲的共款，来拍鲨鱼，食鲨鱼烟哦。哎呦，足疼的呢，其实足疼的呢。紧加油大家！啊，3只鱼啊 ，OK， 全部拢，这敢嘛是，这嘛会使摕来钓鱼，无怪，安尼应该嘛是钓着鲨鱼，看起来是安尼。好，安尼咱这甲伊等来咱的，鱼池伫倒位救命？这是啥物货？咱走来遮啦。鱼伤济啊，物件拢会安尼走来走过去，有够无方便的。来用的人来做代志。好，食饭。好，咱先甲迄个完全无路用的，已经袂掉呢，已经袂掉。佮有啥物件较无路用？好啦，无咱减一寡金蕉。哇，物件伤济啊啦，真正毋知影爱放杀倒一寡物件吼。无遮个肉应该其实嘛无介需要，无咱拢家己卖掉好啊，无需要遮济吼。遮哪有遮济插头？好，安尼1、2、3、4、5、6，1、2、3、4、5、6，安尼拄啊好，安尼拢互伊。好啦，卖掉啊。是不是应该嘛爱留寡屎嘛算是有路用，面仔是毋是嘛会当种？会使呢。好，安尼咱面仔嘛会使先放弃吼，其实嘛会使摕转去厝内才种就好。咱就家己卖掉好啊。Cotton。好啦，青肉嘛会使卖啦，熟个嘛会使卖，好安尼好。YouTube 无爱互你写内裤的汉字啊，敢真是嘞 ？YouTube 会安尼哦，连内裤都袂使，安尼有较含呢？有，我看迄个所有的老话内底就有啊。就是迄个爱甲 Top Chat 改做迄个 Live Chat 安尼就有，
穿一条内裤做马萨卡，做马萨卡。伊有穿迄个啦，一码衫，嘿，伊有穿一码衫。嘿，迄内底敢有内裤我毋知，吼，反正无中空诶。吼，钱佫开始伤济啊，所以咱会使佫来买物件，哦，伤好个，来买。哎哟 ，mosquito， 蚊仔嘛算是敌人哦。蚊仔呢？蚊仔呢？敢有遮严重？哦，好，拍蚊仔真好，好耍。哦，咱原来是来拍蚊仔的。啊，出现了海鸥，另外一种海产。海鸥再会。哦，金条袂歹。哇，伤好个，毋知影要安怎呢？救命啊，大家！钱敢会当烧袂使？应该袂使。啊，遮哪会落骨？遮哪有迄个骨头人？甲伊讲好死，讲好死。真好。哎，有一个头盔。Cave， 以前是毋是无这个物件 ？Pirate used to keep their treasure maps in these。以前的海贼拢会甲因的地图藏伫遮。请咱即个专业海贼，有够古锥啦！看伊即个面笑面的，伊看起来有够欢喜呢，耶！即个感觉，咱请咱即个海贼来，无先互你，想看卖哦。无我感觉，要是伊较有前途，伊剩10点岁哦，无啥物前途哦，安尼你先闪，你较有前途哦，头盔也是互你好啊。安尼咱3位吼，咱来人险。对啊，伊看起来迄个面有够古锥呢，伊看起来就是喂，即个感觉，给大家看卖，喂。惯性困眠的时，拄着蚊仔要安怎？家己拍，无是要安怎？啊，若拍袂赢，就开始哭安尼。对，我嘛算讲是，就是蚊仔作假伊的迄型。我暗时真正嘛是足困扰的吼，就是蚊仔一直来咬，真正足困扰的。毋过我嘛替伊无法吼，对，我嘛毋知影要安怎，痛苦，真正痛苦。护士啊，若阵真正拍袂着啊，搁做想要困嘛是无法度，嘛是照困。哦，看无即个 game 要安怎算？哦，即个 game 就是伊算讲嘛是一种生存的 game。哦，啊，咱生存的时阵，咱通常有一寡 game 就是会，比如讲 Minecraft 还是 Rust， 就会叫你爱先撮一寡插头，撮一寡插头，还是捡一寡石头，你就会使来做一寡有诶无诶一寡工具，还是做一寡建设。即个 game 甲头拄仔讲诶遐个概念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即个 game 内底吼，所有诶资源吼，所有诶迄个你诶人、你诶村民，还是食物啊，还是工具啊，因拢是做牌啊安尼。你若是甲牌仔塔做伙吼，比如讲安尼，甲人诶牌仔甲即个动物塔做伙，因就会相拍。你若是甲一寡物件，我毋知影这会使做啥，或者你若是甲一寡材料，照伊诶即个配方塔做伙，因就会，比如讲屎会使摕来当做养分，会使种一寡物件吼，安尼咱就甲即个
物件甲屎塔做伙，伊就会开始种物件出来，就像安尼。因为即个英语内底甲塔做伙，叫做 stack 所以即个 game 才叫做 Stacklands。对，大概是安尼啦。好，我即摆嘛开始，毋知要创啥钱伤济敢若会使一直抽牌仔包我是毋是袂使摕？对，我袂使摕即种钱来买 ，OK。对，迄算是材料，山，这山是毋是嘛无啥物路用？那咧拼扫的 game，是需要一直整理物件。奇怪，我到底是来耍还是来做工课的？对，需要一直甲物件整理好，无你会作乱的。就亲像我即摆安尼，看后一包有啥恁请去人险佮拄着啊！来，我倒走，走互伊捉，无要安怎？你莫过来，救命！这互你拍，伊拢针对全面的。走互伊捉。我是有啥物件拍着啊？中毒，了解。莫过来，倒走。哇，蚊啊！来，该拍。佮加一个头盔头头有人无头盔呢？就是你。来，第二好，真好。来，请大家做工课规定嘛毋知要创啥。高定位替我抬一下高好无？对，蚊仔有时就是蚊仔就是摇把叉，因食饱嘛是会搁摇就足差的，真正是会落死。对，伊就世界杯嘛是对，嘛是希望大家拍会赢啦，拍袂赢就真正敢会使伫遐受气尔，痛苦，真痛苦。奇怪，头拄牌仔包无抽好了先食饭好，大家食饭。好，卖一寡物件，是毋是应该会使先转来一抓？来，这无需要。毋知要卖啥物货凊彩卖。物件足济，这嘛无需要的。这塔做伙好啊。好啦，黑白卖啊！山无需要遐济。好，安尼好。
我想看卖，即摆要创啥吼？来看有啥物任务好啊？Mass hole， 啥物是 mass hole？Greenhouse， 是迄个呢？温室，应该嘛是栽物件会使用的。虽然讲原底按算课本读了来做笔记，毋过可能伤过认真，读了就毋知影要安怎做。感觉大家拢是重点，毋过拢捌，有够困扰。安尼我来想看觅。感觉大家拢是重点哦。毋过若是感觉大家拢是重点，安尼你画重点就甲无画共款呢，所以就应该袂使安尼。若准咱敢若是为着，若准咱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考试，安尼可能就爱去掠讲考试的时阵，人较爱出倒一寡问题，安尼才较算是重点。我想看觅，听起来无啥物帮助吼。无安尼，因为你讲你感觉大家拢是重点，毋过你拢捌。安尼我感觉你若是足确定你拢捌，安尼应该就毋免伤过操烦，所以你可能较需要特别做笔记的，可能就是你感觉你家己较无把握的遐个所在，你家己感觉较会母毋对，还是你较有可能放袂记的遐个所在。我感觉迄颠倒是你较需要做笔记的部分。若是讲你读了你大部分，你感觉你拢捌，安尼你应该毋免伤过要紧，毋免伤过操烦啦。对。当然你感觉你知影，甲你真正知影嘛，可能毋是同一件代志。毋过你若是家己会使家己考一个，比如讲你甲课本内底一寡事、一寡所在扎起来，你家己背看觅，你若是背会出来，嘛是对的。安尼，迄个部分你都毋免去开遐济时间去读。我感觉若是咧准备考试的时阵，你较需要读的，就是你家己知影你无遐尔熟的所在，迄颠倒是爱开较济时间。毋过其实足侪人就是因为你读你较有把握的部分的时阵，你会较舒适。你就会感觉你会晓，你就一种欢喜的感觉。颠倒就会开较济时间来读你原底就已经会晓的部分。所以，对，我敢若会使互你我敢若会使互你即寡建议啦。互你罔参考，希望会使对你有帮助。前几档一卖场类的场所入口拢有人监察爱用手机扫迄个 QR code， 若是啥物货？即摆是毋是较无？即摆应该较无吼。考试免惊啊，我会甲你顾头顾尾。当然，家己嘛是爱拍拼吼。毋过我相信算做认真啦。你会使对家己较有信心。对啊，就是你感觉你会晓的，就毋免伤过烦恼啦。至少我是安尼想。好，我到底爱创啥？对，温室，温室感觉就需要玻璃吼。咱小等甲玻璃先载转去，这会使载10张牌啊，6张。安尼咱搁请一个人来使准就好啊吼。敢有其他需要载倒转去？有棉啊，会使载棉啊来转去吼。我需要搁较大只的船吼，我想要一只搁较大只的船。先是爱扫一个条码哦，敢若扫，就只好扫一个，就只好扫吼。这笑可以袂歹。算咧写迄个时间线吼，
定定会袂记得定定会袂记得事件的前后顺序。对啊，我感觉安尼真好啊，就是你知影你倒位较无熟，你着针对迄个部分去加强。对，安尼真好，安尼一定会好，一定会好，免惊，加油哈！听起来是咧读历史吼。来，我想看卖。对啊，若是读到迄个世界史的时阵，就可能会更较需要即个会使整理一下时间线，你就较会知影无共款的国家因伫啥物时阵发生啥物代志啊。有时无共国家、无共地区的历史嘛是会有互相关联。这无你家己应该会发现所以慢免我讲对。对，印尼应该拢是台湾史啦，无毋对。加油！这哪有够乱？即摆迄个历史课本应该比惯性迄阵的历史课本台湾史的部分应该有加足侪物件有咧教，所以确实是爱读的物件会加较侪。毋过我感觉做这代志无啦，就是你若是若做毋免考试，就会感觉读起来足心实啦。若做爱考试，当然都有压力。结芳无伫学校读过台湾史，我嘛是诶。我迄阵做高中生诶时阵，拢教迄个中国史啊，无咧教台湾史诶吼。时代无共啊，毋过当然即马就是有经过一寡。即马有经过一寡人的争取，伫迄个历史课本内底，较会放一寡台湾史的物件。当然，我感觉咱是台湾人，当然应该是对台湾史爱较有了解。中国史的嘛是会使了解，毋过应该爱先知影家己的历史才对。虽然我感觉即马的教材嘛是放无够济。台湾史的代志，阁有足侪无放伫课本内底，变做大家阁爱家己找资料。这无啦，都期待以后会愈来愈好啦，嘛敢若会当安尼吼。无来推荐一条歌互大家。一条歌叫做《囡仔》，毋知影大家敢有听过？我来找一下连接，我小等伫开讲说。内底有一句话我真介意吼，我先找一下吼。囡仔，以前上课做无介意读册。伫国校有看到冬秋，我先打即个对啊，就是台湾史的部分。对，咱有的人就是对台湾史就是较有听过，还是较有听别人讲，还是家己较有趣味，家己较有兴趣，就会去找来看。咱就真简单，就会发现，咱家己知影的比迄个历史课本内底教的搁较济。真正是历史课本内底放的台湾史较少。当然嘛，有一寡是迄个写课本的人的立场，甲咱所知影的无共，嘛是会对，嘛是会有即种代志。东上原来是讲东上哦。东上即马要足济啊，就是若是国校啊，四界拢有呢。有一寡互拆掉啦，毋过要存足济，嘛有人讲迄是不以为止嘛，毋过对啊，这佫需要一寡时间啦，对，佫需要一寡时间。我找着迄条歌，我先搭来遮吼，一条做囡仔，或者囡仔，无我想要搭即条，就是因为内底有一句歌词我真介意啦，迄条或者迄句歌词，或者迄个历史教咱，我用唱的才想会起来。囡仔，你着爱会记，历史教咱，别记一啦。
历史会当历史会当原谅，但是袂当放袂记。哦，咱爱知影，咱为倒位来，才有法度知影要为倒位去。即句我真喜欢，我感觉足水的。所以即条歌推荐互大家。内底歌词嘛有讲到真济甲台湾历史有关系，所以大家会使看。累啦平安，欢迎你来中昼感谢吧。对，课本内底无迄个高雄的迄个高雄甲台北的迄个叫做啥？台湾话袂晓讲，救命！会得到对啊，毋若这啦，足侪拢无讲的啦，所以加油，大家加油！要来找物件食，好，安尼祝福你啦，会使找到好食的物件。咱拢是为非洲来的，这就是较迄个人类史的部分啊。这嘛算是历史就对。当然这应该伫生物课本也是。啥物货？生物课本嘛会使教。好，分别出来迄个东上是孙中山，还是迄个，还是迄个草头。这其实我嘛分别出来，毋过我敢若分得出来，就是毋是逐间学校拢会囥因的东上啦，嘛有囥孔子的，嘛是有囥孔子的，孔子的就会使留，我感觉迄个意义就做无共吼，这袂当摕来比吼，袂当杀来比，OK， 因拢草头，嘛对呢，安尼佫较分袂出来吼，看起来足像的吼，真正分袂出来。对啦，因拢无啥物头毛，就是回得咱来继续开钱。无啦，要起大船吼，袂记即啦，要起大船，干那捌啲王爷。学校内底有王爷的当上呢。过客转来啊 ，OK， 环境转来 ，You're back and I'm 冠星，好无好笑。You're back, nice to meet you back. OK， 真正无好笑。OK， 来，咱的大船 ，rowboat, sail, sloop， 无搁较大只的。哇，有人介意，好，我若搁有想到即款的，我加讲哦，多谢大家哦。你拢甲国校仔囡仔推荐草头台真侪台湾人，这对啊，都有的历史老师会家己补充，有的补充较侪，有的无的嘛介侪，就是有的人就是课本内底无的，伊嘛袂想要讲，对这对啊，敢若会使讲，这是啥？专门咧掠山鱼的，对啊，过客要往后一栋啊，好，加油！祝福你，后一节课嘛是顺利，即摆大学嘛期末啊吼，敢是咧考试啊？是咧上课还是开始咧考试啊？Eel bait 拢是掠鱼的，奇怪，我应该爱有搁较大只的船才对啊。有啊，搁较大只的船有啊。期末考了就歇寒吼。大学已经开始歇寒，我知影就是大学逐间的迄个开始歇寒的日期会小可无共，所以可能
可能过客甲可能过客歇寒的时间甲别人较无共。哦，原来是安尼，是日间甲夜间的分别咯。哦，毋过我知影就是毋若安尼啦，逐间学校嘛，可能会有小可无共。我会记得是安尼，我无确定，我无读过大学。对。啊，原来是安尼。毋是一天啊，毋过即摆咧考试哦，辛苦呢，辛苦呢。安尼，哦，大学我真正较毋捌。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假日班。无怪，今仔日礼拜吼，对，今仔日礼拜，无怪你礼拜搁爱来读册，辛苦啊呢，辛苦啊。好，安尼。上重要啦，祝福你小等考出来拢有读到，对，希望你考试顺利，对。原来是安尼，所以你算讲是比因较晚一礼拜就对，就是10号开始歇寒。毋过你嘛无算，就是共一礼拜嘛，会当讲是共一礼拜。考了就歇寒。好安尼好，考了就会使轻松啊，考了就会使开始佚佗啊。煞来就等成绩吼，等成绩较紧张吼。辛苦，辛苦，顺利啦，一定顺利，一定顺利。来，继续抽牌啊吼。Tuna bait。我会使甲食物变做土，就会使直接，就会使直接，就会使直接种田。安尼袂歹呢，毋知讲。我两菩萨，一粒庄仔头，一粒庄头，无一粒庄仔角，一粒茶棒。OK， 无咱小等来做看卖。安尼其实嘛毋免转去本岛吼，咱就直接就好啊。或者咱即摆会使直接去迄个温室吼。选搁有后礼拜，高中生对，高中生较辛苦呢，学期加足长，后礼拜搁爱考，真正是辛苦啊。毋过学期较长嘛，就是有较长的时间会使准备嘛，所以对，就是请好好把握即个好好准备考试就会通过即个机会吼。关心同齐甲你祝福，互你平安顺遂。加油加油！好，我需要两菩萨吼，伫遮里啊，两菩萨，我敢要有插头啊？无吼，安尼爱请一个人来测查。庄仔角，庄仔角嘛无呢？石头。算加油！福塔兹啥物货？福塔兹敢是两个意思？福塔兹两个意思呢？茶棒来，奇怪，Brickyard 伫遮，好。伊是安伫遐豆豆刷过来，
看起盖过水，这啥物货啊？我袂记得我有叫伊去人险啊，啊好，蛇哦，伊家己敢有法度？我叫伊来斗相共。哦好，会使会使。2つうんこ、1つレンガ、1つレンガ。レンガ是啥物？レンガ。哇，日本话袂晓。搞定位。哇，无拍到，搞闪的搞。救命救命！哦，有拍到有拍到。救命！变做是我互伊拍，拍到半小时。啊好有啊，好。头讲庄仔角有。来，请大家做实。庄仔角，佮爱啥物货？佮爱茶棒有啊。来去。哦，恁家是庄仔角，原来是安尼啊。好，安尼佫学着一个哦，庄仔角了解啊，了解啊。好啊，咱会使甲食物变做土，安尼爱偌济无讲吼，安尼着凊彩等吼。食物敢莫熟诶？哦 ，5 foods 爱5个 ，OK。安尼我凊彩去吼，我无咧管遐济啊。我白去吼，安尼会使好。该起啥？无也是起一个迄个啥物水族箱，是起一个啊好啊。无真正遐鱼吼，拢四界扫。真正是有较困扰哦，安尼我就无法度整理物件，有影。好啦，卖一寡物件，毋知要卖啥吼，黑白卖。好，黑白卖，莫写遐济。哦，用啊，伊若无推荐用汉字写レンガ。哦，即两字看起来嘛是有伊的理路。好，学着。牌仔伤济啊，救命！这笨手先袂掉。好啦，黑白啊。这也无需要遐济，袂掉。哦，搁爱6张毋知啥物，爱卖啥物货。现在搁有啊？对啦，我学石头学着的啦。这嘛会使等掉啊。搁爱等一下吼，等这黑白等。好，咱上看卖哦。无我晓咧。啊，对，水族箱。Building 应该算是 building aquarium iron bar villager and 2 glasses yeah 有啊，会使缀5只鱼，这有几只？1、2、3、4、5、6、7、8、9、10、11、12个，安尼上无爱有两个。来去，遮济石头要创啥？哦，搁有啊，有啊。OK， 会使甲因捡做伙啊。
第6只都袂使。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有较方便啊。好，过来再创啥？毋知。Q 咧。Q。1、2、3、4、5。加2只吼，加2只咱现台啦，现台做沙西米吼。啊，我有图啊。Greenhouse 需要2个玻璃，2个铁条。咱先抬一粒鱼，咱就来迄个。冠先敢爱食沙西米，爱喏，沙西米好食。虽然我知影有个人毋敢食青，啊，毋过我真介意。冠先是真介意吼。来，抬高。我决定要甲动物拢抬咧，无因有够麻烦，会死个走。啊，Mama Crab！ 莫过来，好啦，改变。毋过我应该留一个人吼，无我会。啊！有人过身啊！救命！Friendly pirate， 互你即个装逼，你即摆有假死啊？救命！惨啊！敢拍会啊？救命！哎呦，看起来有机会哦，虽然对我看无。应该会使啦。火条我有拍一半去过，应该有。我发现互敌人中毒是毋是无啥物效果？因为伊中毒嘛是真久才算一摆啊。好，有赢就好，虽然损失一个人。我敢有钓过，迄个做啥？雄袂晓读汉字。笨高糖，无钓过。歹势无？敢是咧讲迄个有时啊食沙西米会有迄个架上糖的部分？对我算是好运无钓过，所以无。对，毋过确实食沙西米有即个风险吼，所以对大家爱注意。raw， 这烘无小等无物件通食。raw， 做者青。我感觉即摆狗已经无价值啦，所以咱会使甲狗拢抬咧，应该袂要紧。细汉时较会见。安尼我真正是好运，我也无讲活足久，我嘛无讲食甲足老吼，所以对，真正是好运吼，无钓过。我头拄对啦，运色伫倒位？运色起好未？我的运色。我的运色伫倒位？
无啊？啊，材料伫遮啦，还袂起。会使种物件，欢喜啊！互你食去啊，多谢天花哦，直接甲即个温室食掉。哦，你嘛是有够凶，连玻璃你都食会落，哇！厉害厉害，佩服佩服吼！欢迎天花吼！安尼才会使嘛，无价值啊！耶！有温室啊，欢喜啊！使嘛无价值，安尼我甲使拢捡做伙，即种会使单调。无互我卖掉呢，是安怎？钱伤济是毋？是安怎袂使卖？会使。哦，安尼会使。好，当食饱，胖哥当食饱。无够熬食就袂使甲入心做姊妹啊伴，原来是安尼哦。你讲的有道理呢。哦，咱天花有够巧，多谢天花吼。对，我感觉这温室会使加做一寡，加几间啦。安尼咱营营的时阵嘛，先加咱的遮个物件。无其他的。有黄金哦，咱拢采收一下。咱个会当创啥？咱个会当做装仔角。僕は細漢時にOK。僕は細漢時に笨高堂あるです。哦，细汉时捌着过的意思。辛苦呢，我毋知影迄鸟起来是应该是真痛苦。黑白豆，无要紧，黑白豆迄啲我嘛看有，律师嘛听有哦，大家听有，袂要紧。社会运动读了，剩经济甲文化。你要出去买饮料，好，买，啉。哦，食饮料，互你心情较好，对你读册一定是有帮助的哦。所以，对，请紧去买哦。Greenhouse 继续种，这方便呢。毋过我嘛是爱甲伊掠一支。放倒转去，才有法度继续生吼。我想看卖啊。食糖仔会饱呢，食糖仔会饱。安尼无小等来种一下甘蔗看卖。因即马用有，才阁有真少丛。整理房间的时阵，总想要甲所有物件等入去乌空内底，嘛是会使啊，就是看你敢会毋敢尔。若做你心肝较凶嘛，是会使直接拢等遐甲无要紧。搁来一个。金蕉树啊！食糖的酒气，食糖的酒气无要紧，这我全面的喙齿，我毋是真要紧吼，毋免惊吓啦。你做无种安尼袂歹啊，安尼你就是等物件时阵较袂丢遐久，我感觉安尼嘛无啥物无好，原来痛苦的所在是爱分开才会使等。安尼嘛是辛苦安尼。好啦，咱佫会使做一个温室。
捡一堆。哎呦哎呦哎嘿，歹势大家。啊好，去一间温室。安尼这嘛是爱家己采收，哎呀，无方便。好，无小等咱转来炸一个碰果啊是啥物货？炸一个其他的食物好啊。好来，使准。Yes yes， 大家食饭。来看，佮有送到烧拍吼。恁来。安尼敢会人敢会伤济？毋知。炸一寡认好啊。想要甲毕业纪念册单调，啊，毋过互主动。这应该足常发生诶，就是有时啊，你诶厝内人会比你搁较要紧，还有纪念值诶物件。对，这嘛是世上诶代志。厝够大就毋免整理啊，问题就是厝无遐大，无你要买互伊呢。厝若大嘛是爱整理啊，无哪会唱迄条啥物欢喜就好。规工嫌车无够大，嫌厝无够拍，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相歹看，驶着好车行人头，大厝歹摒扫。对啊，大厝歹摒扫，就是咧讲这啊。以下开放迄个关厝，对啊，送公厝无够大诶负责管哈。交代互你啊哦，无啦，讲笑啦，莫真正管。好啦，咱的红菜头咧，红菜头伫倒位？红菜头伫倒位？食去啊你？我毋是有炸红菜头来？敢食去啊？太当安尼？救命！哇，啊酸袂当搁啉吗？好啦，两杯有较济呢，两杯真正有较济。咱人毋通一工啉到3杯吼。惯性无要紧，惯性已经毋是人啊。毋过对，若是人，可能爱顾一下你的身体哦。来，头盔，互伊。大家拢咧讨迄个地客吼。我嘛歹势甲大家主动哦。恁加油，恁加油。我是毋是应该有第2间 greenhouse？ 有啊 ，greenhouse 伫遮。搭毋对所在。greenhouse chili pepper， 今仔日尔，好，安尼好，莫接安尼就好。风水袂合，红菜头变做花腐啊！是哦，头拄仔又直接无去是毋？因为我无注意到，我咧顾开讲，无注意到，所以救命！哎呀，安尼歹办啊！奇怪，安尼我爱整啥？好，无要紧，咱逐项拢来整看觅。因为我会记得，其实我有偷查啦，偷查者。我会记得即个温室，伊会使甲有一寡物件是会使毋免搁甲伊
毋免佮家己，就是毋免佮家己栽，伊就会家己一直生，对。原底就想讲安尼较方便，啊，毋过金蕉甲这会使，即项会使，咸姜仔会使，好，安尼咱就种咸姜仔，伊就会一直家己生，就毋免佮家己搬倒转去家己栽。安尼好，安尼大家食咸姜仔嘛会饱呢。因有面呢，头一摆注意到，大家看，金蕉甲即个咸姜仔拢有一个足够水的面呢，对无？有够古水，我来即摆才发现。其实连这庄仔角拢有呢，庄仔角嘛有一个笑面呢。Oh my god！Oh my god！ 大家看会清楚，伫遮有够古水的，哇哦！黑白叶的，无要紧，因为我其实嘛真正无咧注意。黑白叶嘛无犯法吼，无代志啦。对，有够古水呢，因拢有面呢，哇哦！台鱼吼，无小等无物件食。咸姜啊，咸姜啊，互伊食去啊，因伤枵啊。无要紧吼，过来抬一只，无小等无物件通食。毋过这鱼嘛是会凶手。来，互我咸姜啊，拜托。好，多谢。请大家食咸姜啊，就会饱吼。好，安尼我需要搁较济迄个，我决定啊，我感觉我需要搁较济，迄做啥？玻璃，我感觉我需要搁较济玻璃，我才会当，家己创搁较济即个温色，所以我来看觅倒一包才有玻璃吼。无，一包有，一包有，好，10块的一包有。咱来抽玻璃吼，有啊，赞。玻璃，奇怪，我会记得头拄仔阁有一个，还是其实无，好，无要紧啊，咱剃掉2个玻璃，一片，阁需要一个玻璃，安尼咱继续抽。而且有啉水，对，有时仔咱食饮料就袂记得啉水，安尼真正是阁较无健康吼。所以大家若是有买饮料的时阵，一定爱记得强迫家己啉水吼，安尼较好。这其实惯性嘛是，有时仔嘛是袂记得爱啉水吼，大家毋通学。随讲随啉水哦。玻璃有做 glass，OK，glass 的意思。对啊，这应该真好记。fishing spot 无需要。青肉 lime， 这会使买。大家拢啉啥物饮料？我嘛介意啉茶。牛奶茶也是水果茶、果子茶，我拢有介意。兔鸭暗安，毋是暗安，兔鸭中昼嘛毋是中昼，兔鸭平安，兔鸭平安，欢迎。多谢你的捧场哦，叫因来做代志好。搬一下物仔，多谢。Chili pepper。无，毋是看着你就暗，无，是我迄个最近吼，定迄个舞袂清楚啥物时间吼，中昼的时阵讲暗，暗时的时阵讲高早吼，所以，啉水加糖敢有影？敢有人安尼啉？头一摆听到，这足特别的啉法。glass。无，我要抽吼。拢袂调好啊。
啊，会啦，头拄仔有甲大家开讲即阵代志对。我当然我嘛是会笑念大家嘿啊，其实冠星嘛是会，就虽然因为我会倒头要来做兵嘛，虽然以后我会倒头要来做兵，我较无法度请伊来，对，我就较无法度请伊来奉送来害信，毋过我嘛是会偷偷吼，甲大家顾迄个，大家若是做工课，也是学业哦，需要斗相共，我当然，我其实嘛是会甲大家顾，毋过就是可能就是会无法度害信着对，这敢要会转来哦，这目前应该是袂，基本上是袂，咱就是到2月初1的时阵，就是咱上尾一摆的害信，对，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吼。若是有啥物想要讲的、想要问的，就是会使趁这段时间，会使问冠星，对，大概是安尼吼。大家真正都介意百合花呢？我嘛真介意啦，对，我嘛真介意。对的，对，我较袂晓表达吼，毋过就是大家歹势吼。对 ，OK 啊 ，OK。对，咱要抽迄个玻璃吼。哎哟，吐合，安尼我会歹势。我嘛爱大家啦，好无？我嘛爱大家。就是会使甲大家定安尼做伙开讲哦。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嘛是足欢喜的一件代志，对。所以其实嘛是我爱感谢大家，所以对，所以其实我嘛爱大家吼，大家知影吼，大家爱知影呢。继续行好，我抽无玻璃哦，留下困扰吼。我会使来做锁仔对无？对，毋过免着急好。玻璃，我应该无抽毋对啊，即包是即包爱有玻璃呢。运气无好，抽无。继续挽金蕉。食物有够济。这鱼爱掠起来。鱼佫会使掠2只，安尼捡安尼。这着，安尼会钓着鲨鱼吼，安尼我无爱，无安尼较好。叫我讲一句爱吐合，会使好，我爱吐合。即摆开放报名哦，想要听的大家免歹势哦。你敢讲我就你敢要求我就会使讲。即摆开放报名好无？大家好，我嘛爱阿酸，我爱阿酸。我开始会歹势啊。开始会歹势啊，毋过会啦，会讲。我爱 Ruby， 我嘛爱 Mercury， 我爱 Mercury。敢若今仔日吼，敢若今仔日限定哦，见者有份，好无？今仔日有来的才有。我爱阿苏，莫歹势，我都会歹势，甲我讲莫歹势。其实讲中华民国是也袂透。要讲恁兜的鸟仔足够水好，
Persica 恁兜的鸟仔足够水。你要来 Discord at 所有的人嘛是会使，嘛是会使吼。啊，毋过敢若今仔日来看我的海信的人，我才会甲恁逐个人讲迄个讲爱大家好无？咱个才会福地留好一个死也袂透，根本就看起来嘛毋是讲无死吼，啊毋过对，确实也有一狗开的感觉，啊毋过这嘛毋是惯性会使改变的代志，对，无奈吼，来，对，要3点啊吼，剩2分钟吼，来要报名吼，请赶紧，袂当讲上爱撮合，袂使讲上爱撮合，应该讲我上爱我的信众朋友吼，无小等有人开始吵讲无公平，是安怎较爱撮合？我爱公平。好 ，Mercury 讲爱讲恁的猫仔 Kita 足够水 ，OK。Mercury 恁兜的猫仔 Kita 足够水咧，有够高水，安尼应该会使啊。我袂记着，我阁需要，是安怎有这？我袂记着，我阁需要迄个啊，我阁需要新的土壤，咱捡一寡食物来做土壤，安尼才会当阁起一个温室。剩1分钟，大家是要下愿呢？是要下愿叫我讲啥的？可能要赶紧哈。无咱就今仔日嘛做一个代志吼，无咱赶紧甲迄个温室起好，咱就会使来点名。对，要卖虎啊，要3点啊，敢袂使佮讲一摆？讲啥物？讲我爱阿酸，OK， 应该是这吼。来，结方冠上牌妖姬行销，对我上高做一寡有诶无诶吼。我上高甲大家刺起来。阿心，好啦，机会难得吼，机会难得哦，你伫3点正经讲的，我讲的到做会到。我以下的言论无代表冠生正式的想法，啊，毋过我要请律师食饭。哦，讲的尔吼，这讲的尔吼，无真正要请。好，讲的尔吼。毋是真正要请律师食饭吼。莫安尼黑白加，袂使安尼啦。好啊啦。今仔日的沙秘书吼，甲今仔日的海信，无，对信众朋友是认真的，啊，对律师是讲的尔。大家爱听好斟酌。对大家拢是足严肃、足真心的，足真心的。啊，对律师无吼。对律师有即个差别，有即个差别对待。好 ，OK。毋过已经超过3点的呢，拖压。好啦，今仔日个上尾一个沙秘书吼，互拖压，拖压足够水上专情。奇怪，你到底是对象专情？你到底是对象专情？你爱讲我清楚吼。好啦，今仔日个沙秘书甲海信就差不多到遮吼。安尼咱明仔载应该是明仔载应该嘛会开台。毋过因为后礼拜，咱后礼拜迄个过年，看应该休困5天，所以后礼拜敢若会有拜1甲拜2会开台安尼。对，甲大家讲一下。袂辛苦啦，就是甲大家会使斗阵，甲大家做伙耍，甲大家
做阵开讲是真欢喜的代志，嘿，袂辛苦，袂辛苦。好，安尼咱就明仔载搁再相会啊！嘿，多谢大家来吼。好，安尼大家明仔载再会。拜拜，拜拜拜拜拜拜。